勇士配刀仪式。那么多人啊，我们正派代表啊，我们正派代表由张登杰他给他配刀啊。配刀的仪式是责任加在你的身上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要带领你的个人的所有勇士，保护我们的勇士，保护我们的领导，保护所有的骑士。这个就是也是一种荣誉跟这个这件事情。好，我们谢谢市长给我们勇士配刀仪式。接着下来，我们要请南岛5级给我们鼓动山林舞丰年，我们以热烈的掌声给南岛5级给我们这种击鼓的仪式。哦，好棒好棒！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真正原住民在训练阶层的时候。